点档有新戏出，收到阳光，收到你，由雷千娜、四元姐来主演，开镜仪式真热烈。3、2、1。选过全新的8点档，守着阳光，守着你。公共集团董事长甲总经理带领演员主持开镜仪式，那个放炮啊，现场是闹得滚滚。这一出戏呢，尤其是我们华视第一次用4K 啊，那这个也是启动了一个新的里程碑。然后这部戏很特别。戏内主要演员拢来到现场。甲过去嘛，伫华视播出的1980年的版本无啥共，新版的由李千娜甲吴品杰所演的角色做对照，表示两个人10年后对校园到工作场所所经历的人生变化。时代不一样，然后我们现在流行的东西元素一定都是不一样，甚至是拍摄手法都是非常创新的，所以相信我们拍出来不要用比较的，而是我们创新了，然后改变了些什么。这个 IP 我们重新再制。那这出戏其实它是在校园发生的一个场景，可是我们把它做一个很巧妙的重新融合。我们的制作团队其实非常的巧思，所以我们各位观众未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这剧。剧中也有不少新生代演员加入演出，期待重新诠释，会当让观众有一个全新的感受。